关心一个意外消息，嘛是一个不幸消息。国道3号上北苗栗西湖路段发生了货车启动着轰弄车的事件。早起7点外，一台工程车伫内车道咧捡物件时，后壁轰弄车是负责警戒，一台小货车唔知安怎直接就挤落，造成货车顶这个驾驶受重伤，后来嘛是救无活。这个后生受到轻伤，依照警方调查，这是一对爸仔囝，因是做水电的，斗早老爸塞车载后生出门要去做事，想袂到煞发生车祸。国道的工程车伫内山车道负责工程警戒，一台小货车驶较真紧，直接弄到工程车，弄一个时间大力。小货车的车头严重变形，了后佫弄到护栏。小货车的驾驶掉伫已经变形的驾驶座，伤势伤过严重，已经昏迷。救护人员赶到现场，赶紧将伊送病院。一名伤患受困于驾驶座上，患者欧卡，抢车人员立即使用破坏器材将人拖困。货车驾驶当时已经无气，急救了后也是救无活，伤客是轻伤。早起特别8点时，国道3号苗栗西湖路段往北的车道，有工程车咧捡落个物件，后壁迄台工程车是市警市长来警戒，验过工程车的驾驶看到一台蓝色的货车直接对因冲过来，注意到后面有一台车，他第二车道也是没有车子，他都没有变换车道，直接我们都警示灯嘛，对他直接撞过来，直接撞过来，对，有没有吓到？有吓到，对，第二次了。因为车祸发生的时，刚好是上班时间，工作的车辆是探2公里。小智货车疑因未注意车前动态，追撞于内侧车道进行捡拾掉落物作业之施工单位大智货车。警方发现货车顶是一对爸仔囝，拢是水电工。老爸一透早载后生为南投中寮出发，要到北部上班，想要到伫苗栗发生车祸。真早普通也是出门，真早出门，做都真做呢。真正是啦吼，上做以前是很贵啦。工程车驾驶是无啉酒，若货车驾驶敢有啉酒，爱搁调查。车祸发生的原因，甲有详细经过，也搁需要进一步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